培育录碟藏文阅读教材。录称松波第3课。硬吹卡拉克，我们的食物。硬吹卡拉克名搜索了谢本的茶轨，必须一一了解我们食物的名称。硬吹卡拉萨基月，我们用餐进食。把粒糖糌粑贼，烙饼、糌粑、米饭。木木天兔 sok， 硬吹卡拉饮，蒸饺、面疙瘩等等，都是我们的食物。硬吹卡拉阿玛拉基手基月，我们的食物是母亲烹煮的。卡拉美纳硬臭臭米 top， 如果没有食物的话，我们便无法生存。豚州南疆臭瓦拉炸糖秋sok鬼基月，动物们也必须仰赖草和水等等而生存。卡拉奇硬吹薯波得波手基月，食物令我们的身体健康安乐。硬脆垂扣豆皮卡拉萨基月，我们在肚子饿的时候用餐进食。卡拉蒙波塞纳吕米得瓦恰基瑞，如果暴饮暴食的话，身体会不健康安乐。生词。卡拉克，食物。谢本茶，应了解。鬼，必须。卡拉萨，用餐进食。帕粒，烙饼。糌粑，糌粑。贼，米饭。蒙木克，蒸饺。天兔，面疙瘩。sok， 等等。所，制造。错，生存，活命。米兔，不能。豚州，畜生，动物，旁生。nam， 多数。抽蛙，生存，生活。炸，草。秋，水。薯波，身体。得波，安乐，健康。垂扣 dok， 肚子饿。驴，时候。驴，身体。chuck， 形成。zikche， 虚词。gi， 其，宜和合并音节的 a 基古宜，读轻声。
第6转身属格的，度、图、如、素、拿、ra、啦，读轻声。拉类格第7转身一格，在于gi、ki、ki、宜和合并音节的撒，读轻声。第3转身作格，主词标示作格，加上及物动词，动词加属格，加上存在动词，表现在或常态。动词加属格，加上判断动词，表未来，将要、将会。动词词根加上呢，连接词假设语气，如果什么的话。将、阳、昂，事及词、颜色词，也、又、虽然、但是。唐，读轻声，躺，躺声并列连词，汉。极端，词义。粗挖，生存、生活。受内把昂孙波对吧？活命或是维持生计。得波，安乐、健康。驴汤煲，身体健康。吹口肚，肚子饿。卡拉萨对北搓了哇给我，产生想吃东西的欲望。豚捉，畜生、动物、旁生。狗窝腿腿卓尾，大浪手，先见即以名。扶手而行走的友情，如马、牛等等的总称。囧签，作业。相些起我那么啦连题，回答下列的问题。Kiranki 囊啦卡拉旭手 K 月，您的家中是谁煮饭？Kiranki 吹口豆腿凯瑞切 K 月，您肚子饿时会做什么？Kiran 卡拉凯瑞拉嘎波月，您喜欢什么食物？提前啦卡拉凯瑞萨 K 月，节庆时都吃什么食物？豚猪南吉凯瑞萨 K 瑞，动物们会吃些什么？相些新豆南我谢巴拉奇，请认识下列的水果。菇树、苹果、查鲁玛、柑橘、昂勒、香蕉、康布、桃子。OK 日末月备，我切南我谢巴拉奇。请认识下方图案的蔬菜。
切青菜。lapuk 萝卜。棕葱。西边辣椒。